嘉义高中即支响应台南400年系列活动，伫10月全国运动会开幕演出，地当看到嘉义舞蹈班参与的身影。嘉义舞蹈班11月阁将展开第32届毕业生歌展，以回声主影为主题，伫11月11号开始，将伫高雄、台中做演出。12月6号转来到台南文化中心。会称为回声主影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因为舞者在舞台上会有很多个回声旋转的动作，然后因为舞台上有很多光影，然后那个光影在交际之间，他们就会去追逐那个影子，然后有一种舞动的姿态，就是一直在流动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取之于回声主影，就是希望表达在舞台上舞者穿梭的样貌。嘉义舞蹈班的同学。对于舞蹈的这一个执着哈，其实是非常的卖力。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担任台南市办理这个全国运动会的开幕跟闭幕的演出，所以在这一次的演出之前，其实同学们刚完成了全运会的开闭幕演出，紧接着又紧锣密鼓的来进行这3场巡场的一个表演。那这中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演出内容有选自芭蕾舞剧《堂吉诃德》当中的巴塞隆纳的广场。还有充满诗意的《寄予时梦》，以及余光、乘风幻土等这支舞蹈。我觉得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就是有一种是从很远的地方慢慢去逛那个风景，就是书生，然后他是在游那个风景，然后那些女生呢，就是比较像是是我们的那些景物啊，就是我们的那些山水画，因为他们的水袖刚好是蓝色的。然后他们的那个衣服又是肤色，然后肤色刚好又有一点代表着那个山的那些石头的那些颜色。这部丰富精彩，伫后来首演了后，就得到师生的热烈回响。巡演门票已经伫咧网络做贩售，喜爱舞蹈艺术的民众绝对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